夜間聊天室，你哋好，我係 Simon。美國同埋以色列喺2月28號攻擊伊朗，就俾我哋見到好多啟示。之前我有講過，美國係唔會排除用武力攻擊伊朗，包括咗導彈攻擊同埋戰機空襲，但係就唔會用到地面部隊，係要迫使伊朗喺談判桌上讓步，唔能夠再發展核武器，唔要再製造長程嘅導彈，亦都唔再支持胡塞武裝同埋真主黨，仲有其他民兵組織，鞏固以色列喺中東嘅長久安全，並且以色列係會成為中東嘅霸王。美國係要喺中東擁有最大嘅影響力，並且美國喺將來能夠控制得到油價嘅話語權，定係大家都以為美國要喺談判桌上達到以上嘅目的。原來特朗普係非常明白《孫子兵法》裏邊嘅兵不厭詐呢一招。喺美伊仲係談判緊嘅時候，美國同埋以色列喺2月28號就突擊伊朗。我先講講特朗普喺軍事上係對付委內瑞拉同埋伊朗，其實就係對付中國。美國要搞中國嘅朋友，特朗普係暗中話俾全世界聽，你唔好企喺中國邊站，否則你嘅下場就好似伊朗同埋委內瑞拉。而呢兩個國家都係產油國，同中國進行石油買賣。咁美國控制得到委內瑞拉同埋伊朗，就即係話控制得到中國未來可以買到石油嘅途徑。中國同伊朗係唔可以企得咁埋，美國要破壞中伊嘅戰略合作協議，亦都要阻礙中國喺中東插旗。所以美國話喺印太地區戰略收縮，其實都係兵不厭詐，希望中國可以放鬆同埋疏於防範。其實美國要撳低中國嘅心一直都冇變。美伊嘅談判其實係造假，背後美國嘅計劃就係要對伊朗進行斬首行動。伊朗有好少數嘅人係親美，係願意為以色列同埋美國嘅 CIA 收集情報，為美國服務。佢哋係伊朗嘅奸細。其實美國嘅 CIA 已經監視咗伊朗嘅最高精神宗教領袖哈梅內伊嘅行蹤超過2個月。今次美國同埋以色列攞到好準確嘅情報，喺2月28號，哈梅內伊同埋喺伊朗一班嘅高官，一共係大約49人，係會進行開會，地點同埋時間都俾美國同埋以色列嘅情報機關攞到。今次對美以好大引誘，同一時間可以斬首，並且消滅伊朗40個以上嘅高官。如果冇呢個情報，就好難達到呢一個目標。就好似一隻股票忽然之間有內幕消息，你知道呢個股票嘅價錢聽日就會升25% 以上，咁你知道你個心就即刻砰砰跳啦，諗起聽日可以大賺一筆，情緒就高漲，衝昏咗頭腦，諗住伊朗最高嘅領導一下子超過40個人死亡，國家一定係動盪，到時伊朗嘅反對派再搞一個政變，生活困苦咗好耐嘅伊朗人民，大家都希望有一個政權嘅更換，或許希望有更加好嘅日子可以來臨，就會去支持政權嘅更換，親美嘅政府成立，到時美國同埋以色列就可以達到一切嘅目的。咁就直至到錄音階段，件事已經發生到第5日，伊朗並冇咩政權嘅更換， CIA 仍然係忙於喺背後搞事。伊朗嘅革命衛隊誓死係唔投降，對美國嘅陣營進行報復式嘅反擊。究竟美國同埋以色列會唔會係諗得太好，距離現實就相差太遠？自從上一個世紀初80年代開始，伊朗同埋以色列就敵對。今次以色列係要先發制人，唔要理伊朗將來會唔會有核武器。總之今天伊朗嘅政權係存在，就係對以色列現在同埋將來嘅生存造成一個好大嘅威脅，所以以色列就要現今嘅政權崩潰，轉換一個親美嘅政權。要達到呢一個目的係要拉美國落水。以色列係需要美國嘅武器、導彈、航空系統、航空母艦戰鬥群同埋第5代戰機。以色列一定要將伊朗打低，起唔翻身。一係就更換現今嘅政權，一係就今後伊朗成為唔入流嘅弱國。以色列將自己嘅寄望交付喺美國特朗普嘅手上。我哋仲記得特朗普選舉嘅時候係提到要對付美國嘅深層政府。上任之後同 Tesla 嘅老闆 Elon Musk
揭露咗美國政府嘅一個貪腐，正係打算對付軍方同埋情報機關嘅時候，特朗普就打退堂鼓。人哋揸槍嘅梗係夠惡㗎啦。今天特朗普亦都冇打算同深層政府作對。今年嘅中期選舉，特朗普同埋共和黨又要得到金主嘅奉獻。金主就係好多都係猶太人同埋背後嘅軍工企業。咁美國傳媒一直所講嘅深層政府，會唔會同金主係同一班人呢？呢一班嘅金主當然係支持以色列嘅，而軍工企業將來亦都會接到好多生意賺錢，因為同伊朗嘅戰爭就需要補充導彈嘅數量同埋增加儲存，並且係要再製造戰機同埋軍艦。特朗普為咗自身嘅利益係需要討好金主，並且係要對深層政府係友善。特朗普3年之後落台，又要確保自己唔好被刑事起訴。特朗普又希望呢一場戰爭可以喺好短時間之內打贏，增加自己總統嘅聲望，有利於11月嘅中期選舉。究竟特朗普同埋以色列係咪諗得太美滿呢？有幾個難題特朗普要面對嘅。今天伊朗嘅政權並冇崩潰，革命衛隊報復嘅心好堅強。伊朗係一個中型軍事國家，製造導彈同埋無人機，喺戰爭時期係絕對可以補充得到消耗嘅份量。雖然伊朗嘅海軍同埋空軍係比較弱，並唔係美國同埋以色列嘅等級，但係就可以用導彈同埋無人機對美國同埋以色列嘅戰略要點進行大規模或者飽和攻擊。美國同埋以色列嘅防空系統係會被破防。伊朗係會先用平價嘅導彈同埋無人機去消耗美國嘅標準3同埋薩德導彈。伊朗仲有一個鎮山之寶就係高超音速導彈，美國同埋以色列都好難可以攔截得到。今天美國係要面對2個陷阱，打仗嘅錢從哪裏來？如果戰爭唔能夠短期內結束，國會係要通過軍事嘅開支，到時國會又要討論同埋決定特朗普有冇權力發動呢一場戰爭。戰爭開始嘅頭4日，傳媒報道美國已經用咗20個 billion。今天共和黨又呼籲美國人民如果支持呢一場戰爭嘅話，就希望佢哋能夠自由奉獻。咁美國要面對另一個陷阱，就係美國軍工企業嘅生產能力係平平。咁即係話呢一場戰爭武器嘅消耗，好似導彈，係會快過武器生產補給嘅速度。咁即係話會令到美國嘅武器庫存係會好緊迫。仲有一點就係特朗普真係靠嚇。亦都唔敢派地面部隊入到去伊朗，亦都係冇能力保護得到霍爾木茲海峽運油船嘅安全。今天好多人都想知道或者討論緊呢一場戰爭究竟係美國打贏因為伊朗打贏，主要係要睇戰爭要打幾長。久攻不下，美國作為一個大國，就要同以色列一齊去揾落台階。伊朗相對之下係一個弱國，就算最後打贏，都會係滿身傷痕。今後伊朗係需要重建，就會更加親近中國。我相信未來1個星期戰爭嘅走向係會更清晰，俾我哋睇到戰爭嘅結局。咁我哋再更新，今日就講到呢度先。未訂閱我嘅網友，希望你哋快啲訂閱。歡迎大家推介我嘅影片俾你哋嘅親戚朋友。下次再見，拜拜。